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個氣炸黃金山藥。我哋咧買新鮮嘅淮山返嚟，記得戴住手套，然後跟住咧將佢嘅外皮咧全部刨走。刨走晒之後，跟住我哋就洗乾淨佢，將淮山咧切成一段段。其實隨意係切成你心目中嘅大細就可以噶啦。粗幼咧都係按照你個人喜歡咁樣切就得噶啦。跟住我哋就煲滾水，將鮮淮山條加入去，輕輕煮下佢，大約煮2至3分鐘就可以啦。煮滾咗之後就撈起，隔乾水分。跟住呢，我哋就預熱咗個氣炸鍋，然後跟住就將擎乾水嘅山藥條放入去，喺佢表面呢搽上一啲橄欖油，或者如果你有噴壺嘅呢，噴一啲油上面就可以啦。跟住我哋就將佢擺翻落個氣炸鍋裏面，然後跟住就用180度火焗10分鐘。焗完10分鐘之後，你見到呢，佢已經開始轉色啦。我哋就將佢反轉另外一邊，然後呢，跟住就將佢再焗10分鐘。焗完2次之後，就已經可以完成啦。跟住你就灑上你自己中意嘅調味料。今次呢，我就灑咗一啲味椒鹽上去。嗱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外皮又香脆，裏面呢又軟糯。呢一個呢，健康又低卡嘅小食呢，真係一流啊！最啱呢，就係陪住你睇波或者煲劇嘅時候食噶啦，好過食薯片啊嘛。食多咗都唔會有負擔。最重要梗係幫我手分享俾多啲嘅朋友一齊追蹤我專頁啦，多謝你哋，拜拜。